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回应市民对房屋税冻涨，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次临时会明仔将召开，并且邀请市长针对房屋税来做专案报告。不过，今仔日包括民进党甲无党籍的议员，上午就联合召开记者会，针对房屋税甲地价税一年超收的税额，是毋是要还予人民，甚至价税房屋回溯到民国90年，拢认为相当无合理。今年108年度的这个房屋税会有这个冻涨的动作，那我们要呼吁这个黄伟哲市长要尽快的来进行要尽速的来召开这个不动产评价这个委员会来尽速来冻涨今年108年度的这个房屋税。那未来我想新一届的这些不动产的评价委员会里面，也期待说针对未来109、110、111这3年的这个房屋税，能够持续的做调降真正来体恤这个人民的辛苦，还税于民那尤其在过去大家觉得非常无法接受的，就是从90年7月1号回溯的这个部分，也要求市政府未来一定要取消这个回溯的条款。既然当初是这个政府所做的一个行政命令，所做的一个这个政策，那当然由你来解这个套，由政府自己站出来。我们针对过去这3年，受到大幅度调整的这些的对象，这些的市民，我们这些市民全部专案全部大幅的调降，用过去未来这3年累计调降来补过去我们要退税的额度。以调降代替这个退税。会中出席的议员，还有无党籍徐佑仁、周丽晶、甲平地原住民议员严爱达利等，因认为当初评价委员会要计算到民国90年，不但无透过公听会，而且当初讲超收的税额有4亿要投入伫个私有公共化，嘛无完全落实，因此就议员批评，就算政府要做公益，嘛袂用咧放动来。现在既然全民有意见，加上议会对房屋税嘛拢有一致的共识，议员呼吁，希望新市长爱担起责任，勇敢承担，看房屋税是毋是要冻涨，甚至轻税予人民，爱赶紧召开委员会做决定。还税于民，还税于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寒假就要来到，由议员林美燕发起的中产助动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而且加入的公益社团嘛哪来哪济。今年除了妇女会、台南联合会，还有英美西主会、东滨爱心会、加兴盛基金会等，总共8个民间团体，预计将帮助16间国中小、168位中低收入户的学童。公餐里面，我们布置在用区域来做划分，一个是大林地区，一个是盐城地区，一个是万里地区，还有一个是安平地区，都是有4个点，让我们小朋友能够就近去拿营养午餐。那所以在这个4点里面，我们还必须有很多的人力，因为我们所有的就是食材，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一个合法的中央厨房。合法的中央厨房，我们经过审核，经过卫生局的这个考评之外，他们必须要来跟我们签合约。签完以后，我们就请他供应那种食材，然后我们会把这些食材就是分放在4个点，放在4个点。再有这些的爱心妈妈，就是我们的里监事这些爱心妈妈，还有一些志工朋友，就每天中午11点到现场去。就是供应，就是帮我们小朋友准备，就是便当。上午到场的除了爱心民间社团，包括教育局学府校安科的科长，以及16间国中小学校嘛拢派人列席。科长嘛代表教育局甲校方向所有的民间社团来致意。非常感谢林议员就整个一个中低收入户
还有家庭突遭变故的这个部分再来做一个更深化的补强了那就是用一个非常温暖的统餐的一个供餐的方式让我们的小朋友在寒假期间也能够享受到热腾腾的一个中餐那这个部分的话也特别感谢我们总共除了我们林议员服务处的一个赞助之外那还有8个民间的一个团体来共襄盛举16间高中小学校除了早会寒假期间的营养午餐券，另外主办单位配合今年金猪年，嘛致敬每一位学童小猪铺满，希望小朋友不但会用个食得健康，另外嘛学习小福甲勤俭的美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台南会计师公会已经连续3档关爱心米予大台南各关怀据点，因的善心义行，伫咧上午受到立法委员王定宇的表扬。这届会计师公会捐赠了1000包的爱心米，要予桂林地区的关怀据点，要予较侪人会当感受到咱社会温暖。这个会计师公会每一年在冬季都会有送暖的行动，那在台南已经进行第3年，那都透过我们的媒合跟合作那我们特别媒合他们跟在地方有在办共餐的、照顾孤苦老人的社区或里或者关怀据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谢谢他们。接受米的我们也要谢谢他们，因为这些社区、这些关怀据点、这些里长，因为他们的协助，让在角落里面的独居老人、长辈能够有共餐、跟人互动的机会，行动不便的也送餐到家里面，让每一位长辈不会因为年老而有被社会遗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社会温暖的一面，但是需要做这些事情，需要很多社会力的资源。会计师公会每一年都会提供1000包米到这边来协助社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左手边是会计师公会送的米，右手边是这一些社区跟里的关怀据点，将米变成一碗碗热腾腾的饭，跟一份关怀的心。我们社会多做这样的结合，社会的光明跟温暖会更好。我们台湾社会不是只有那些犯罪虐童而已，光明的善良的事情绝对是多数。其实不只是桂林地区，大台南会计师公会嘛捐予大台南各区，整个累积起来，爱心米的数量超过5000包以上。安尼善行嘛，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吸引较侪民众会当做伙看到咱社会良善的一面。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学生甲老师运用活泼的表演方式，展示了过去校园生活的一面，同时嘛向大家介绍了这届由台湾历史博物馆所推出的文创商品。这也是配合现在当咧馆内所展出的上课期台湾近现代教育特点所推出的。展览当中介绍了对日本统治到现在教育相关的文物。这也是运用文化部台湾新卷博物馆示范计划，将这届展览当中的文物设计推出9项的文具。全部拢甲校园生活有关，期待这个文物除了是看展的纪念品以外，嘛会使成为跨世代对校园教育的反思甲对话的管道。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这次呢推出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个文创商品，这个是来自于我们馆藏有非常丰富的这样子，从清朝时候一直到日治时代到战后这样子100-200年来各式各样的教育相关的一个典藏品。那我们这次呢也配合管理现在正在进行的上学去这样的一个教育特展，那来推出这种文创商品。我们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藏品希望能够让整个社会大众大家都可以使用。那也希望那个观众呢可以到馆里面。那馆里面之后呢，还更希望再把博物馆再带回家。
那我们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博物馆的商品。好，那商品里面呢，我们会希望他带回去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来传达，从历史的角度来回头看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只在怀旧，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历史的一个回顾，可以来跟当代的重要的社会议题做对话。记者会现场嘛特别准备明信片甲限定的椅仔，提供民众索取。官方表示，这系列的文具将会伫过年期间，也就是开学的时阵推出福袋。如果想要回味上课感觉的民众，除了会使到台湾历史博物馆欣赏这届的展览以外，嘛袂使错过这的商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过去一冬来，台南社区大学开设了侪侪课程，嘛借由老师甲学生之间的互动，共同学习到较侪知识。这届所展现的成果，包括拼布，包括植物栽种甲社区环境营造等等。其中木质木工的美学设计老师，嘛特别介绍到学生今年的设计成果。那我们就设计的可以收纳，可是又可以是上课的椅子，所以这个椅子呢是可以堆叠收纳起来，然后下面可能放书，也可能放包包，然后桌子呢我们也是设计就是可以轻巧收纳的，所以也透过木本物质这一班呢，他们设计有趣的这种街道桌椅，然后让那里就是开始有一些温暖。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设计的是帮街道设计一些可以种植栽的一些家具，所以未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操作，能够让居民一起可能让自己的家园变美丽。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有引进一些植栽的老师，带大家怎么样去把空间变得更好。去年一冬年度的成果，台南社区大学将会设立将近50个单位，20号伫咧文化中心甲伫广场来展现成果。第37届的教学博览会，主要主题是一起共学，然后追求台南的共好。会设定这样的主题，是因为去年我们一场市场选举，加上我们的公投，让我们看到，因为大家对于很多议题的不了解，其实也欠缺彼此的沟通，导致我们在那个立场是撕裂的。所以，我们这次社大是特别希望说，透过这种共学的过程，大家透过互相的讨论理解，然后来追求台南共好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共好的过程，其实不断的呈现在我们每一个班级的学习里面，所以在这次我们的教学成果展，你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会有木本物质班，他们透过这种共同打造社区空间的座椅，那过程里面有很多不同观点的讨论，磨合到后面变成一个社区非常实用的，而且兼具美观的一个公共家具。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在那个手编织班，他们从个人的编织兴趣里面，到后面去观察到我们华山基金会里面很多独居老人的这种需求。所以他们编织出很多的帽套啊，来帮他们保暖。这种过程都会看到说，都是从个人的创作的需求出发，到后面经过社大老师的教学引导，然后到后面变成一种可以让我们需求者让这个城市空间变得更共好的一个过程。所以20号下午2点，我们成立了将近50个摊位，都是在展现这种从共学到共好的这种学习历程的展现。目前台南的社区大学总共有提供了200多门无同类型的专业课程，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提供病院员工一个优质的工作环境，新老病院伫整个团队努力，顺利通过国内外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的相认证。同时，这嘛是大台南地区首次医疗机构取得这个相认证，嘛有乐工局长特别出席，伊相当感谢新老病院的团队所做的努力，其他会当带动其他公司主动来加入。我们这样的重视工作安全、环境安全的这个想法，这会经过我们这1年多，包括准备、包括认证，这会渐渐的内化成我们每一个员工在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化的观念，这会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其实很多种子人员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我们当然通过认证很高兴，但是我们每一个单位的员工都知道，维护工作环境的安全其实是保障员工最大的福利。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认证，也很乐意经由这样的记者会，让这样的观念也让其他的单位也可以参考一下。你在做辅导说安怎的格格不入，都没格，因为本来医疗嘛这个属于是
工业类的体系，大部分都是工业类在推，所以我们这边很感谢蔡院长能够这样的一个拨出经费、拨出能力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又是台南系统医院，又是台南第一家西医的医院，又是现在给我的信息是第一家，辖基本第一家通过2个认证的，真的是值得肯定。未取得这2个认证的过程相当的严格，需要整个团队全新的投入。麻豆甲台南的新老病院超过150个部门，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改善。透过这项的职业安全管理系统，上界重要目的，嘛希望让员工有优质的环境，进一步让病人有良好的医疗品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全场伫雕刻艺术家任民国，因为上帝，所以创作主题是上拢是猪仔。嘛因为今年拄好是猪年，所以嘛甲安平平安共同合作，推出了108只的猪仔创作。目前正伫安平平安的店内展示。17号上午举办发表会，由艺术家亲自分享。会中议员李启伟嘛到场支持。会当看出这108只的猪仔，拢充满无同款的表情，非常逼真吸引人。这次用石头跟树脂塑钢来做创作，我们是采用那个麦饭石。好，这个麦饭石过去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分享说，你这个麦饭石的能量场非常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因缘之下，想说如果说我运用麦饭石来做我的创作，那是不是让收藏家带回去有更不一样的一个意涵？那刚好今年是108年，那由那个安平平安世博峰呢的一个邀请，想说用108这个数字来代表108个祝福。那猪也刚好是今年，那猪的谐音跟祝福就息息相关，所以说就用108个不同的食材来做108只猪，送出108个祝福。看山出行即摆108年，诸事平安108只金枝艺典的安平平安文创店长施伯峰表示，农历猪年将要来到，以猪结合安平为主题所创作的108只猪，这是代表祈求民众富贵平安108年。108年也是安平平安的创作的第20年。那我们在安平创作这个安平平安的一个用在地人文还有艺术创作的一个作品深受喜爱。那我的好朋友呢，任民国艺术家呢，他也是非常的能够捕捉神韵、创作灵感的一个好的艺术家。所以这次也刚好新逢108年，所以我特别邀请他用猪的含义结合我的品牌猪事平安来创作108只不同于各种人的性情及灵感的表达。那他的一个艺术部分的表达非常的精湛，非常的棒，所以说每只猪看起来都栩栩如生，非常的有韵味哈。我每次看到一只猪都要看得好久，而且今天看完，明天都还想再看。那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这边参观这个猪，非常的漂亮。展览当中，猪仔他做伙代表步步高升，猪仔微做伙才代表圆满，相当有意思。对今仔开始，该展览就伫安平平安的文创会馆展出，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前往欣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代人重视健康，食素食人口嘛愈来愈多。知名素食产品业者坚持选用在地食材
搭配加油、加盐、加糖以及高纤的理念，推出竞做合菜以及开运年菜，要让消费者食了健康又搁安心。长春健康素食在我们台南大地区已经服务了28年。那我们一直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做台南市民的吃健康的好厝边。所以我们今天才特别来办这个我们的健康的年菜讲座。因为过去妈妈过年的时候非常的辛苦，阿哥爱拼内底，阿哥爱煮年菜，一早就要去菜市场采买，然后回来要赶快煮，煮完要马上去拜拜，拜完了以后又要马上煮晚上的团圆饭，那妈妈很辛苦，所以我们特别就是说推广健康素食的年菜。我们准备的敬祖年菜，它是有6菜1汤，刚刚好可以去拜完以后，我们稍微复热以后就可以享用。那另外还有一套是4圈元的大菜，它就是开运年菜，它可以让全家可以很丰盛的吃一餐大餐。它的食材来源是最健康的，是在地的，是当季的。它的烹调手法是最方便、最简单的，能够让妈妈很轻轻松松准备一桌很圆满、很丰盛的晚餐。这次记者会除了发表健康的年菜组合，业者嘛邀请到长春素食餐饮团队现场教导民众如何家己动手做素食。另外，嘛邀请营养师分享营养的资讯，让民众了解素食嘛会当食了真健康。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